Hello，大家好。今日我哋講一個有趣嘅問題，係智能機器同埋生物組織嘅交接。我哋一般講到嘅智能機器，譬如好似電腦啊、機械人咁樣啦，全部都係由機械組成嘅。例如喺車廠做嘢嘅工業機械人啊，或者係人形機械人啊，咁而家又可以打功夫啊，咁樣做好多好好嘅動作咁樣等等。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原來咧其實好多機械人嘅設計咧，其實係可以包含呢個生物嘅組織嘅。咁但係點解會咁樣做咧？會有啲咩功用咧？會引發啲咩倫理嘅問題咧？我哋今日就要討論呢一啲嘅問題。今日我哋嘅內容會首先介紹一啲呢啲有生物組織嘅機械人嘅例子，然後就講講呢設計有啲咩功用同埋好處，會引發啲咩倫理問題，跟住就會講講有啲咩現有嘅監管方法可以參考，最後就講講我哋結論同埋心得。我哋而家講講呢個智能機器同埋呢個生物組織聯合嘅例子。嗱，當然啦，呢啲例子咧，其實都喺不同嘅研究階段嘅，仲未能作呢個大量生產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就係一個睇睇將來嘅科技，不過係好近嘅將來會係點樣發生。第一個例子咧，就我哋可以叫一個特別嘅名叫蘑菇機械人，係用一啲真菌嘅菌絲體連接到機械人嘅電腦嗰度。咁因為其實蘑菇就係真菌嘅一種嚟。咁研究人員咧顯示咗，利用呢啲真菌嘅電生理反應咧，就可以將啲環境嘅信號，例如光線嘅亮度，變成一啲指令，而啲指令咧又可以用嚟驅動呢個機械裝置嘅運動嘅，咁令到機械人咧能夠到光線等等嘅環境咧作出不同嘅反應。呢種方法咧就係利用生物組織嚟到提升佢哋機器嘅感知能力。另一個例子咧就係用肌肉嚟運動嘅機械人啦。咁科學家咧就利用呢個肌肉細胞嘅組織咧連接機器嗰度，創造咗咧就會行動嘅小型生物機械人。咁呢啲細胞組織咧就會好似真正嘅肌肉咁樣可以收縮嘅，而令到呢個機器咧就好似可以生物咁樣行路。咁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呢個用生物集成嘅皮膚組織。咁有一個研究團隊咧喺2024年咧就推出咗一個機械人嘅面部咧，咁佢個表面咧就覆蓋咗層粉紅色嘅皮膚組織。咁呢啲皮膚細胞咧就可以伸展啊，可以呢個起皺紋，即係好似類似人哋笑啊咁嘅樣啦。咁同埋係可以自我修復嘅。咁呢啲咧其實咧就係為咗幫助將來製造一啲類人形嘅機械人咧，有一個更真實嘅表面咧，作出呢個奉貢獻。好啦，咁而家講一個咧就比較上有爭論性嘅研究啦。咁啊有一間公司咧，佢哋咧就已經咧就係可以將一啲人嘅幹細胞裏邊咧培育出嚟嘅人嘅神經元，即係腦細胞嗰類啦。咁就放落一個微小嘅受控制嘅生物維持環境裏邊，而呢啲活嘅神經細胞咧就好似個微型嘅大腦咁樣，能夠接收電子信號，同埋咧就識得學習處理呢啲信息嘅。嗱，當然啦，佢哋訓練呢啲細胞電腦啦，我哋可以叫佢做咁咧，就係有一啲實際嘅實驗嘅，就係用嚟玩電子遊戲。咁結果發覺咧，呢一啲嘅活嘅細胞咧，喺學習效率上咧，竟然比呢個傳統嘅人工智慧仲要快速，仲要節能喎。咁當然啦，呢個就係佢公司嘅研究報告啦。咁就真實性有幾多，將來嘅發展要有待考證嘅。嗯，佢哋呢一種咁嘅技術咧，你可以叫佢叫做合成生物智能啦咁樣。佢咧就係為咗下一代嘅機械人咧，提供咗更加有適應性、更加似生物嘅思考系統。咁我哋之前有一段影片嗰度講到啦，咁其實而家嘅電腦佢嘅人工智能係模仿人類嘅大腦，但係未模仿得晒嘅。咁所以如果咁講嘅時候咧，就呢一種咁樣嘅用呢個活嘅細胞、活嘅腦細胞作為呢個思想嘅工具之一咧，就可以令到佢嘅呢一個電腦嘅思想咧就更加似人類。咁另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咧，就叫做有一個幾特別嘅譯名啦，叫做異種機械人。咁當然呢個譯名咧亦都未係好正式嘅，因為始終呢啲都係研究階段。咁佢哋完全咧係由其中一種青蛙嘅組織嘅細胞組織造成嘅。佢冇齒輪、冇摩打、冇金屬外表，但係一堆咁嘅細胞咧，因為佢哋嘅設計嘅好特別，佢受到信號之後咧，佢哋會游水、會推動物件，同埋可以自我修復添。咁由呢個方向發展落去咧，又另外一個叫做Amphibot 嘅咧，其實就係用呢個人嘅氣管細胞造成嘅，咁就係用人嘅組織造成嘅。咁而呢啲異種機械人，佢哋將來嘅用途會包括啲咩咧？包括譬如話清理海洋裏邊嘅微塑膠啊，喺人體裏邊進行呢個精準嘅藥物運送啊，咁可以喺血管裏邊即係運行嘅呢啲機械人仔。
咁另外咧可以進入人類冇辦法進入嘅狹小空間嘅。咁由於佢冇機械嘅組織咧，所以咧就喺呢啲特別嘅空間咧就更加方便。咁有人話啦，即係呢類嘅你叫佢機械人啦，究竟係咪另一種生命形式咧？因為佢係冇機械嘅成分，純粹係呢個細胞組織嚟嘅。咁呢個係值得諗嘅問題。好啦，咁而家我哋講講呢一類咁樣嘅設計，即係將呢個生物嘅組織就包含喺呢個機械設計或者機械人設計裏邊，或者係電腦設計裏邊，究竟有啲咩好處咧？咁樣首先嗱，連接機械組織同埋呢個生物組織咧，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包括嘅點樣即係維持呢啲生物組織咧就唔會死亡而冇咗效用啦咁樣。咁但所以點解要咁樣做咧？咁樣當然啦，呢個一定有佢嘅好處嘅。綜合翻我哋頭先講嗰幾個例子啦，嗱，譬如蘑菇機械人嘅例子咧，就係利用呢個生物組織嚟增加呢個機器去感應嘅能力，即係感應光度啊或者其他自然界變化嘅能力。咁而肌肉細胞咧，其實就可以提升呢一個機械嘅運動能力嘅，因為喺某個程度上，生物界嘅肌肉咧，其實係一個好有效率比起我哋而家嘅摩打咧更加有效率嘅工具。咁另外講到話連接皮膚組織嗰個咧，咁咧當然啦，呢個就令到呢個機械人嘅外表可以同人類更加相似，咁將來喺啲應用嗰度就會有用。咁而另外講一個嘅就係結合呢個腦細胞同埋晶片咧，嗱呢個咧就令到呢個晶片咧可以更加有一個適應性同埋更加似生物嘅思考能力嘅，呢個又係推動呢一個電腦科技嘅一個方法之一。而呢個異種機械人嗰個咧，就係我哋減少對機器嘅依賴。喺呢啲特別嘅情況，譬如喺人體裏邊啊，你點樣運送藥物啊，你就可以用呢啲純粹生物組織咧，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所以呢啲你睇到咧，全部嘅點解我哋咁做咧，都係話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嘅技術選擇，令到將來嘅機器嘅效率佢嘅功用有所提升。嗱，當然啦，好處就係佢嘅可以提升呢一個即係將來嘅機器嘅效率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會引發到乜嘢嘅倫理嘅問題咧？咁樣咁喺社會上贊成同埋反對連接機械人同埋生物組織嘅意見咧，就都會有嘅。咁反對意見咧，主要就係下邊呢幾點。首先就係而家啲機器，如果我哋咁做，會唔會太過似於個生物體咧？咁樣，因為如果機器能夠識得用呢個肌肉細胞嚟運動，用呢個神經細胞嚟學習，甚至自我修復，咁用呢個皮膚細胞嚟感應呢個世界，咁究竟佢仲係咪機器咧？佢哋越嚟越似生物啦。咁所以亦都有啲人就會即係講得直接啲，就係話我哋咁做，其實我哋係咪創造一個新嘅生命，或者係即係未必有咁去到咁盡啦，但係一種介乎生命同埋機械中間嘅一個新嘅存在。咁如果咁講嘅時候，再講落去就話呢啲真係話咁，我哋呢一類嘅咁樣嘅新生命或者新存在，佢哋會唔會有自主嘅行為？將來會唔會取代我哋咧？咁呢個都係一種嘅即係好合理嘅諗法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即係再深入諗諗呢個問題，就係話究竟我哋將呢啲生物嘅細胞或者組織同埋機器結合，係咪就係等於製造生命啦？支持同埋反對都有。支持話我哋咁樣做係製造生命嘅觀點咧，主要就係細胞嘅創造咧，就係生命創造嘅開始嚟嘅。雖然細胞唔代表一個完整嘅生命，但係容許製造細胞嚟結合機器咧，就會一步一步咁演變落去。最後就會將呢個生命融合喺機器嗰度，咁呢個咧係一個危險，亦都一定要制止嘅。咁另外咧，當然啦，亦都有反對我哋結合機器同埋生物組織係製造生命，佢哋嘅觀點嘅。咁呢個嘅觀點就係咩咧？就係生命唔係細胞，呢個生命係需要更加完整嘅系統嚟嘅。咁由幾個唔同嘅角度啦，由呢個科學嘅歷史嘅發展嚟講咧，生命唔係話淨係呢個單一細胞做決定嘅，佢來自好多複雜嘅多細胞協作。如果你冇呢個咩神經系統啊、循環系統啊、冇呢個組織發育啊等等等等咧，單一嘅細胞咧冇法即係被視為一個獨立嘅生命體嘅。所以細胞係生命嘅材料，而唔係生命本身。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如果你當呢個
細胞作為生命嘅時候咧，咁而家好多我哋已經運作緊嘅醫療嘅操作咧，就會即係陷入一個好荒謬嘅處境嗰度。譬如話，而家啲醫院咧，佢每日咧都係培養緊一啲皮膚嘅細胞組織嘅，就係幫咗啲譬如話有創傷啊，例如燒傷啊咁嘅患者去恢復嘅。咁如果你話細胞等於生命嘅時候，係咪表示話而家已經我哋做緊一個好危險嘅事情？就係每一間醫院或者唔係嘅每一間，即係好多醫院。佢都係每一日喺度製造緊生命咧，因為佢哋製造緊皮膚細胞。咁喺哲學上咧，康德將人格咧定義為具有理性、自主性同目的性個體。但係因為細胞不具備意識，所以佢唔能夠被視為一個道德主體，亦都唔需要享受有生命等級嘅道德保護。即係話簡單嚟講，細胞唔代表生命。咁當然啦，呢啲全部都係哲學嘅討論咁啊，大家可以有唔同嘅意見。不過綜合呢啲唔同嘅哲學啊、科學啊同埋實際醫療嘅操作嚟講咧，就細胞就都唔單止係呢個細胞存在，呢個都幾真實嘅，而係一個整體性嘅生物運作。咁所以創造細胞咧，只係科技操作，而唔係生命創造。嗱，當然再推進落去咧，就亦的確係會慢慢走向生命創造嘅，所以呢個危險亦都一定要關注。好啦，我哋而家講講另一個問題，就係生物材料來源咧，牽涉到倫理嘅問題。咁首先就係嗰啲細胞、嗰啲組織究竟係邊度嚟嘅咧？咁樣呢個會唔會涉及到呢個譬如話動物福利啊、人類組織使用啊，或者將來更加敏感嘅，譬如話器官買賣啊呢啲咁敏感嘅倫理問題？咁有人強調啦，生命咧唔應該作為被消耗性嘅材料，即係好似你編碼打印嗰啲紙啊咁樣嚟講。咁啊，即使呢個細胞冇意識啦，好多人咧亦都覺得咧，就即係如果你用呢啲咧係會有不安嘅。咁用生命嘅組織作為呢一個零件使用，係咪違背咗人類嘅呢個價值咧？咁樣另一個問題就係未知嘅生態同埋安全風險。咁譬如話，如果話我哋呢啲有生物組織同埋機械嘅研究產品，咁啊佢哋唔知點解就俾人非法就即係拎咗出去呢個實驗室嗰度，咁會唔會呢個擾亂自然環境咧？即係例如好似話，譬如話而家有啲咩魚啊、動物啊嗰啲外來物種咧，有時會影響一個人嘅自然生態嘅。咁呢啲咁樣嘅流咗出去嘅意外流咗出去嘅實驗品，會唔會影響自然環境咧？咁樣？就或者佢哋會唔會因為佢哋都有機器部分，佢哋會唔會就會被呢個黑客入侵，於是就係佢呢啲咁嘅生物組織嘅行為失控咧咁樣做。咁所以啲人咧就覺得有一種懷疑或者憂慮，就係話當而家科技咧咁結合機械同埋呢個生物咧，就好難估計將來咧如果發生不同嘅意外咧，無論係生物學方面或者係呢個機器嘅方面，譬如話黑客入侵咧，都可能會發生一啲好難估計嘅事情。呢個係對未來未知風險嘅恐懼。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倫理同埋法律嘅規限咧，就往往遠遠追唔上科技發展嘅速度嘅。咁我哋點算咧？因為如果我哋缺乏規限嘅時候咧，就可能出現咗濫用啊、非法實驗啊、犯罪活動啊，或者將呢啲生物材料商業化嘅行為，就造成一啲好大嘅社會衝擊嘅。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對一啲新嘅事物，我哋唔識點樣監管嘅擔憂嚟。總括嚟講咧，會有下邊呢四種嘅意見。第一就係對呢個製造生命或者生物種嘅恐懼。第二就係呢個生物材料來源嘅道德問題。第三就係對呢個未來科技風險嘅擔憂。第四就係對呢個將來唔知點樣監管呢啲事情嘅恐懼。喺呢四點裏邊咧，其中對製造生物種嘅抗拒，同埋對將來未來科技嘅恐懼咧，都係一啲對新科技發展嘅一般反應嚟嘅。咁將來當科技越嚟越普及，最重要嘅就係大家要開心見誠，多啲嘅適當嘅討論咧，呢啲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嘅。咁但係第二點對呢個生物材料來源嘅道德問題，同埋第四點對唔知道點樣監管嘅擔憂咧，呢兩個問題咧都係好重要嘅。不過就好在我哋而家都有啲類似嘅問題嘅監管方法，可以俾我哋借鏡。就係我哋而家嘅科學醫學研究，咁同埋佢哋嘅教育咧，通常會用到好多人體材料嘅，咁而佢哋亦都有佢哋相應嘅倫理守則嘅。醫學界咧長期嚟講咧，都係依賴好多人體材料啦，包括器官啊、組織啊、細胞啊、遺體啊等等等等。個來源咧通常就係通過捐贈者本身或者家族嘅同意，
為咗避免侵犯人權同埋濫用咧，國際上咧已經有一套好明確嘅倫理標準嘅。咁大致上咧，要下面幾點。第一個咧就係自主權，就係最主要咧就係捐贈者要知情同意，佢了解到佢嘅組織會用喺咩研究，會否商業化，中間冇強迫、冇欺騙，亦都捐贈者有呢個撤回同意嘅權利。當然呢個就係當個材料喺用咗之前啦。第二個就係私隱保護，捐贈者嘅身份必須係被匿名處理，而佢嘅遺傳資訊咧唔能夠用到喺呢個追蹤啊、歧視啊或者保險啊或者係就業上嘅不正當用途。另外就係無害原則同埋公益，咁呢個咧就即係話個研究咧必須有明確嘅醫療或者教育價值，唔係冇目的或者危險實現嘅。另外就係嗰個捐贈者同埋佢嘅社群咧唔會因此而受到傷害。另外就係一個叫公平嘅原則，就係唔能夠商業化同埋唔能夠剝削。譬如話禁止呢個人體嘅買賣啊等等等等。另外就係特別係喺遺體嗰度咧，就需要尊重遺體。就係用喺解剖同埋研究嘅遺體咧，要保持尊嚴，唔能夠用喺呢個娛樂性嘅展示同埋消費嗰度。所以你睇到啦，用人體組織作為研究教學咧，其實而家已經有一套國際上通用嘅呢個監管標準。而當然啦，將人體組織結合機器同埋用人體組織作為研究教學咧，係兩個完全唔同。雖然有類似嘅用法嘅，咁所以亦都唔可以話一套嘅監管就可以直接用喺第二度。咁我哋就可以就將一套監管研究同埋教學嘅標準作為起點，就慢慢演進，經過討論就演變成為一套監管結合人體組織同埋機器嘅標準。而家我哋講講今日嘅結論同埋心得。結合生物科技，包括人體組織同埋機器咧，係一個發展中嘅科技方向，好大機會會繼續發展落去，作為將來智能機器嘅一個選項嚟。咁而發展將來嘅監管系統咧，可以借鏡而家監管人體組織用喺教育或者係呢個研發嘅方案。面對科技同埋生物組織嘅融合嘅未來，我哋唔能夠只係講好簡單嘅話，要唔要規範？我哋需要嘅係好多討論，有智慧咁樣伸延我哋而家嘅能力。一方面，我哋尊重人體嘅組織，即使喺呢個科技發展嗰度咧，都唔會忘記呢件事情。另一方面咧，就我哋都保持呢個空間喺創作嗰度，令到科學家同研究人員能夠為人類嘅將來作出貢獻。咁呢個係需要好多嘅討論嚟達到兩者嘅平衡。我哋而家講講今日嘅心得。重要嘅目標咧，並唔係要禁止科技，而係要引導科技成為人類嘅盟友，同時亦都防止科技成為呢個對抗人類專業嘅威脅。總括嚟講，了解科技同埋公開討論科技咧，係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嘅事情，亦都係對呢個社會嘅責任。今日嘅討論就喺呢度完結，歡迎你哋喺討論區留言，分享你哋嘅想法。下次我哋會討論另一個問題，我哋會由《自私的基因》呢一本書裏邊探討個人嘅進化同埋群體嘅進化關係。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對我哋任何人咧喺呢個群體裏邊嘅生活咧都有好大嘅啟發性嘅。咁歡迎參與，再見。